今日就想同大家講解一下黃水晶。黃水晶係一種天然嘅礦物質，屬於石英嘅一種。佢嘅顏色一般由淺黃到深黃，主要因為含有鐵元素而產生嘅顏色嘅變化。而越深色嘅黃水晶就越珍貴，價錢自然就會越高啦。而家有好多朋友會選擇用黃水晶去做黃鑽嘅替代品，雖然一個係鑽石，一個係水晶，但係佢哋同樣地都可以帶來一種奢華嘅感覺。當然黃水晶嘅價錢比起黃鑽就平易近人得多啦。根據 Mohs Scale， 佢嘅硬度係7，非常適合日常佩戴。黃水晶仲有好多其他嘅好處，佢被稱為可以吸引財運、增強創意同埋提升我哋嘅自信心。對於想喺事業上突圍而出或者想提升自己信心嘅朋友，黃水晶真係一個好好嘅選擇。佢甚至乎聲稱可以平衡我哋嘅情緒，令到我哋冇咁焦慮，勇敢啲去面對我哋生活各種嘅挑戰。不過大家要小心，市場上面有好多將巧黃水晶染到去深黃色，令到佢更加鮮豔，從而賣得更貴。所以我哋買黃水晶嘅時候，記得要選購一個可信嘅賣家，確保你買嘅係純天然嘅黃水晶。真正高品質嘅黃水晶通常透明度高，外觀清晰，顏色自然。喺選擇黃水晶珠寶嘅時候，仲要記住留意佢嘅切工，因為好嘅切工會令到黃水晶反射光線，顯得更有光彩。同時要確保佢能抵抗日常嘅磨損，就係我哋嘅保養啦。記得唔好用我哋嗰啲超聲波機去清洗佢，簡單用番梘同埋暖水去清洗佢就 OK 噶啦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如果有任何問題可以留言或者直接 PM 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